人們常說話，夫妻係緣，有良緣，有孽緣，各有其因；而子女係業，有債要還，有債要討，無債不離。點解咁講呢？俾我哋一齊聆聽一個嚟自過往嘅故事，喺嗰度緣債與業報交織，或許能夠揭示一啲人生嘅奧秘。從前喺嘉樂鎮，一片富饒嘅土地，坐落喺風景如畫嘅湘江之畔，有一位富有嘅商人姓黃，全名黃庭富，專營絲綢生意。佢嘅家族擁有數十家絲綢店鋪，從嘉樂鎮一直延伸到京城，三代積累嘅財富使佢成為當地最富有嘅人。黃老太爺住喺座豪華嘅大宅裏，紅磚牆、青瓦屋頂，花園鮮花盛開，但佢只有一個獨生女，名叫萬君。整個家族嘅掌上明珠，萬君不僅貌美如湖中蓮花，膚白如玉，雙目明亮如星，仲才華橫溢，精通詩文、書法、琴棋書畫，無一不精。鎮上嘅人常自話，萬君係天仙下凡，邊個娶咗佢，便似三世修嚟嘅福分。到咗適婚年齡，數十位權貴之家嘅公子，從官員到富商，帶住滿載金銀珠寶嘅聘禮前嚟求婚，但萬君一一拒絕，唔係因為傲慢，而係佢心中早已有咗一個無法抹去嘅影子。洪大，一個住喺鎮郊嘅窮苦青年。洪大身材高大，臉龐被太陽曬得黝黑，雙手因勞作而粗糙，但眼神中總透住真誠與堅定。佢從小父母雙亡，獨自撫養一個殘疾細佬洪小。細佬5歲嘅時候，因為一場高燒，雙腿癱瘓。兄弟倆住喺一間破舊嘅茅屋裏面，靠鏟柴同打零工為生。但洪大從不抱怨，總係盡心照顧細佬。萬君第一次見到佢，係喺去寺廟祈福嘅時候，睇到洪大孭住細佬，一邊走一邊唱歌氹細佬。佢被佢嘅善良與責任感深深打動。但萬君清楚，父親黃老太爺絕唔會接受咁樣一個貧窮嘅女婿，害怕父親反對，佢將呢份感情藏喺心底，日夜思念，至今透過寫喺花簪上嘅詩句寄託相思。一日，黃老太爺見女兒日益沉默寡言，便將佢叫到書房，溫和咁問：萬君，你亦都到婚齡啦，咁多權貴公子想娶你，你點解唔揀一個，定係想一世陪住爹？萬君撒嬌道：爹，嗰啲求婚嘅人，您都幫我回絕咗吧，我唔想嫁人，只想留喺爹身邊。黃老太爺起初以為女兒只係厭倦咗提親，但見佢眼神躲閃，心中生疑，目光銳利咁問：難道你心裏邊已經有人啦？萬君一驚，急忙否認：冇。但係佢面紅得喘火，手緊抓住衣角，讓黃老太爺即刻明白咗真相。佢沉聲道：係邊個能夠俾我女兒如此痴迷？老實話俾爹知。萬君低頭啦，猶豫許久，終於小聲話：係洪大。黃老太爺聞言如遭雷擊，佢猛地慘起，拍出怒口：洪大，嗰個窮得叮當響，天天砍柴養殘疾弟弟嘅細仔，你癲咗咩？佢無法相信自己嬌養喺錦繡中嘅寶貝女兒，竟會睇上咁樣一個卑微之人。佢堅決反對：唔得，我絕不同意。你係我皇家嘅明珠，點能夠嫁俾一個窮光蛋？但萬君亦都唔退讓，眼淚滾落，佢跪喺父親面前，聲音顫抖卻堅定：若果唔係佢，我寧可唔嫁。爹想讓我幸福，點解唔俾我隨心所願？黃老太爺氣得渾身發抖，但見女兒如此堅決，心中稍微軟化。最後佢想出一計刁難洪大，叫佢前嚟，並且話：想娶我女可以，除非你帶嚟50兩銀子做聘禮，否則死咗呢條心啊！你呢種人一世都賺唔到呢筆錢。洪大聽後心中記起，因為黃老太爺開咗口，又有50兩銀子對佢嚟講係天文數字。佢低頭謝恩，默默離開，腳步沉重咁走喺紅土路上。返屋企嘅路上，佢邊走邊想辦法賺錢，心中暗下決心要娶萬君，唔俾佢失望。經過河邊一片荒涼嘅草地嘅時候，突然聽到微弱嘅呼救聲：救命！洪大急忙跑過去，
見一個中年男子着住華麗錦袍，胸口捂住，喘唔過氣，嘴裏不停咁求救。後生仔，我有心疾，喘唔上氣，呢度係50兩銀子，幫我揾個大夫，若果治好，我再借你雙倍；若果我活唔到，請將我嘅屍體同埋成銀送返隔離鎮嘅屋企人。講完，佢放低銀袋，瞓咗過去，氣息如燈將熄。洪大愣住睇住眼前嘅銀袋，50兩銀子正係佢娶萬軍所需嘅數目。但若果佢攞銀子就走，呢個人必死無疑，佢仲可能被指為殺人劫財。佢內心激烈掙扎，一邊係對萬軍嘅愛，一邊係良心不容佢見死不救。然而貪念最終壓倒理智，佢想，若果救佢，佢未必活，我卻失去娶萬軍嘅機會。只要冇人知道，佢攞起銀袋，將嗰人嘅屍體拖進附近灌木，用石頭砸爛面部，讓人認出，再堆乾草燒成灰燼，毀掉一切痕跡。火熄之後，洪大震抖住攞起銀袋，返去揾黃老太爺，心中記起這句。黃老太爺本意只為刁難，讓洪大知難而退，但冇諗到佢真攞嚟50兩銀子，閃閃發光握喺手中。佢惡問：你邊嚟嘅錢？洪大知唔，老爺，我打工賺咗好幾年。黃老太爺雖疑，卻冇證據，只得咽下怒氣，勉強點頭同意婚事。婚禮盛大舉行，萬軍身着紅綢，喜服光彩照人。洪大笑容滿面，但內心始終不安，如有陰影潛伏。但呢個銀子從何而嚟？呢段夫妻緣分將走向何方？喺繼續之前，反思故事，謹向各位觀眾同朋友們問好。我知道你哋生活好忙碌，我分享嘅故事可能初聽不易理解，所以我強烈建議你哋睇完呢個視頻，保存落嚟，閒時或者做家務嘅時候反覆聽聽，冇忘咗分享同埋關注頻道，方便以後觀看咯。我相信短時間裏邊，你哋嘅思維會有意想不到嘅積極變化。而家俾我哋返到故事中嘅驚人轉折吧。婚後2年，萬軍為洪大生下一子，取名洪寶。孩子眼睛大而明亮，皮膚白皙，人見人愛，都話佢兼具母親嘅貴氣，父親嘅堅韌。洪大因為同萬軍嘅婚姻得到黃老太爺資助，開咗一間小私事，生意漸好，仲起咗座雅房。但係洪寶長大之後，性情卻顯露出異常嘅暴戾與頑劣。7歲嘅時候，佢砸毀鄰居老頭嘅古董店，打碎好多珍貴瓷器。8歲嘅時候，佢因為小販唔俾免費餅而燒光人哋嘅鼻肉。10歲嘅時候，佢同鎮上孩子打交，打斷一人手臂至其住院。每日闖禍不斷，洪大與萬軍不停賠錢，家境從小康漸入困頓。歲月流逝，洪大開始為當年罪行飽受折磨。每夜佢夢見被自己燒死嘅中年男子，雙眼血紅，滿含怨恨咁瞪住佢，驚醒時冷汗淋漓。為贖罪，佢改變自己，開始行善，販米救濟窮人，減價賣絲俾困難戶，甚至資助失收之家。佢希望善行能夠平復良心，保家庭平安。但諷刺嘅係，佢行善不久，洪寶突患怪病，孩子變得痴呆，不言不笑，不再搗亂，只係呆坐牆角，眼神空洞。萬軍日漸憂鬱，整日哭泣，身體虛弱。洪大陷入絕望，曾經幸福嘅家籠罩喺悲傷中。洪大開始懷疑，自語道：從前我做惡，家上平安，甚至富足；行善之後，兒子卻病，妻子不樂。難道好人不獲報，惡人反得天憐？佢因此失去信念，重回老路，高價賣絲，克扣工人工資，不再助人。不久，靠不義之財，佢比從前更富，建起新宅、檀木柱、紅瓦頂、花園犬欄，似乎一切艱難已過。然而，洪大50歲嗰年，熱暴如暴風驟至，席捲一切。嗰日，交樂鎮風雨交加，雷電光明。洪寶已20歲，
身材高大但眼神呆滯，突然手持火把衝進新宅院中。喺熊大與萬軍驚恐嘅目光下，佢點燃屋內絲綢窗簾。熊大慌忙上前，大喊：兒啊，呢個係新宅，花咗幾多銀紙，唔能夠燒啊！但熊寶不停，火勢迅速蔓延，吞噬屋角。熊大欲拉個仔出去，熊寶卻掙扎，轉身睇佢，眼神唔再呆滯，而係冰冷滿含恨意。佢嘅聲音變得低沉沙啞，如從陰間傳嚟：邊個係你個仔？你仲記得25年前咩？我只因為心疾求你揾大夫，你卻為50兩銀子活活燒死我。我死不瞑目，魂魄漂泊，無法超生，今投胎為你子，要討回公道。言畢，熊寶將最後火把掟向屋中木堆，烈焰衝天，黑煙滾滾。熊大僵立如石，25年前嘅記憶歷歷在目，微弱呼救，熊熊火焰，嗰張毀容嘅面，佢跪到火海中，淚水混住煙塵，低語：我錯咗，我錯咗。大火眨眼間吞沒新宅，但奇異嘅係，萬軍與熊寶及時逃出，未受損傷。之後，萬軍帶子離開交樂鎮，未再回頭。佢對真心愛嘅丈夫心碎，因佢真面目暴露。熊大雖存活，卻傾家蕩產，淪為乞衣。佢四處流浪，最終喺山中一座小寺出家，發後悔心。餘生，佢食齋念佛，日日誦經為當年之人超度，攀贖部分罪孽。離開交樂前，佢喺寺門石碑上面刻下一聯：夫妻有緣，有善緣，有業緣；子女係債，有債討，有債還，無債不來。親愛嘅朋友，呢故事話俾我哋知，因果不留一人，緣債與業報始終交織人生之。熊大與萬軍相遇係緣，但因佢嘅貪婪與罪行，此緣成業，綿延歲月。熊寶並非偶然降生，而係前世業報，咁冤魂以火焰討債。古人稱夫妻為緣，因佢哋由今生或者前世無形之線相連，或者為良緣共創幸福，或者為業緣償還過錯。子女為業，因佢哋同父母有因果關聯，或為須償還之債，或為須索取之債，無債不來為之。熊大作惡，以為能夠隱瞞，但業報透過佢心愛嘅仔歸來，佢行善遇難，咁係讓佢認錯嘅考驗，係喺更重報應之前贖罪嘅機會。故無論係夫妻定係子女，皆有心因，非偶然相遇。珍惜良緣，慎對業緣，勿種惡業，免子女成你償債之重。感謝你耐心聽完呢一場故事。若果有意義，請關注頻道，接收更多深刻啟示。祝你家庭平安，身體健康，生活常遇良緣。